喺新疆自駕，馬路好多時都會出現呢啲成群或者單隻牛羊馬嘅情況。若果一唔小心撞傷或者撞死呢，有機會會好麻煩。聽一位當地嘅人講呢，有次有個人撞死咗隻馬，賠咗幾十萬。我都唔肯定真定假啦，不過大家可以當故仔聽。喺正片嗰陣時，我會再拎出嚟同大家分享。當我去到下塔景區服務中心打算買自駕票嗰時，我好錯愕咁望到顯示屏上面居然顯示自駕票已經售罄。想唔想知我最終點搞呢？哎呀，有日撞到前車屁股，搞到當日出現咗小插曲。我都係第一次處理租車出現交通事故呢，要點樣搞呢？我之後會出一個特輯去講翻成個處理嘅過程，同埋自駕要注意嘅嘢，同大家分享翻。我除咗會去啲景區之外呢，都有抽時間去市區裏邊逛逛嘅，因為長時間望住啲自然景呢，都會有啲視覺疲勞。呢個六星街呢，係我其中一個覺得幾特別嘅地方。你唔好睇個地圖好似好細咁啊，但係你行起上嚟呢，都相當之大。有啲景區提供自駕票呢，而自駕票嘅路線同搭景區區間車呢係唔一樣嘅，而且有提供一啲獨立嘅路線，只有自駕票先可以通行或者停留，而自駕能夠選擇都會較有彈性。就好似我今趟新疆遊，其中一日隨機揀咗一間民宿，認識到一班同樣嚟新疆玩嘅廣州人啦，好突然咁就受邀請喺附近買咗隻雞一齊打邊爐。最離奇係唔知大家係咪因為喺食嘢嗰陣時咧飲咗啲酒啦，最終就喺民宿嗰度以武會友同埋唱 K。但正正因為有呢啲預計唔到嘅事，旅行就變得更有意義同更加珍貴。新疆之旅嘅預告就到呢度啦，大家好，我係 AM，而家就正式帶大家入正片啦。首先呢個係我出發前原定嘅行程，但行程當中呢，因為有啲預測唔到嘅因素出現啦，導致有啲行程最終係取消咗嘅。咁今次我係喺新疆嘅北疆伊犁環線玩咗11日10夜，咁當中有9日呢係租車自駕遊嘅。另外會有2個獨立嘅特輯，我想特別去講一講嘅。第一個就係內地首次使用民用航拍機要注意嘅事項，第二個就係新疆自駕需要注意嘅事項。真係有驚無險啊！天文台啱啱落晒風球啊，今日晏晝仲掛緊10號波，差啲要延期啊！咁我而家準備去搭車去機場。嘿，話咁快已經做晒安檢過埋關啦，咁我而家去緊登機閘口，準備出發去新疆。而今趟旅行我選乘咗國泰航空凌晨1點半嘅直航機，由香港直飛烏魯木齊，咁全程大概飛5個半鐘頭。係啦，咁今趟航班就包一餐飛機餐嘅，咁你就唔好預去太豐盛或者太好味啦。咁純粹係喺5個半鐘頭嘅飛行時間裏邊有啲嘢落下肚咁解。食完就要把握時間眠一眠啦，因為一落地呢，大約就係早上7點鐘啦，搞埋啲入境手續、拎行李啊，差唔多都8點。之後就約咗喺機場停車場直接攞車，開始我新疆第1日嘅行程。咁今趟個人自駕遊呢，我會喺新疆玩足10日，因為我個人係偏向體驗多啲嘅，咁絕對唔係嗰種任務式清單嗰種旅行，所以喺出發前呢，都係定咗大概嘅路線，亦都因為嗰日嘅心情、時間、情況去調整嗰啲路線嘅。而今趟旅行確係有唔少突發情況嘅出現，好多都係第一次發生喺我身上，我自己都係第一次去處理。而旅行正正因為有機會會出現預計唔到嘅事，而每次出現我哋點樣處理，最終結果係點，每個情況都唔一樣，但每次經歷完，自己都會不自覺咁提升咗應對突發情況嘅能力。反正都發生咗喺我身上，我都會喺今趟新疆特輯裏邊拎出嚟同大家一齊分享。當中會有啲係我嘅個人感受同建議，等大家可以參考下，防患於未然。而 touch wood 講句，萬一大家同樣遇着我嘅情況，都可以有個底，知道點樣去處理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即將開始我嚟到新疆烏魯木齊第1日嘅行程——天山天池。由天山國際機場開車過嚟天山天池呢，就大概50分鐘。而天山天池係被國家評定為5A 級嘅旅遊景區。佢係一個著名嘅高原湖泊啦，海拔有約1900米。
而天池佢係坐落喺博格達峰下邊嘅，咁佢周圍呢就俾啲森林同草原圍繞住。而喺入景區服務中心之前呢，要先做安檢。順帶一提啦，如果想喺園區裏邊用無人機呢，要喺過安檢之前先去指定地方報備嘅。而我呢，就係帶咗無人機，但係唔記得事先做報備，所以俾啲安檢人員呢要叫我去做翻個申報。而報備無人機嘅指定位置呢，都好容易揾到嘅，就係喺安檢閘口對開呢棟嘢裏邊。咁沿住條小路直行呢，就會有個門口嘅，跟住就係喺裏邊填表申報翻啲資料，最後會有張紙仔俾你。到時過安檢後交俾保安睇呢，就可以直接入去噶啦。個門口就喺呢度啦，就直接入去填資料就得噶啦。而因為而家7月份係呢邊嘅旅遊旺季啊，所以喺服務中心都見到有幾團嗰啲旅行團嘅。入到服務中心之後呢，就見到前面嗰個位置呢，就係驗票閘口啦。咁我哋首先要喺右手邊個人工售票處買票啦，票價就係155蚊人仔，包區間車到半山腰。入閘之後呢，職員會安排我哋排隊上園區區間車，咁會直接由服務區去到半山腰，車程大概就50分鐘左右。落車之後呢，附近會有啲園區商店啦，可以買到啲嘢飲嘅。而落車位置離天池呢，都仍然有一段距離㗎，所以如果唔想行上山嘅話呢，園區都有提供一啲電瓶車車你上山嘅服務，不過每位收費10蚊人仔。而我呢，選擇行上山虐待一下自己嘅。咁可以見到紅色標示嘅位置呢，就係目前而家嘅位置。咁睇落離天池都唔係好遠。咁沿住呢條木梯行呢，就係我虐待自己嘅起點啦，可以直接行到天池嘅。咁喺我右手邊呢，就可以見到嗰啲善待自己、舒舒服服咁坐電瓶車上山嘅人。沿路都會見到有唔少嘅遊客都會選擇徒步行上山嘅。咁斜坡嘅幅度，我覺得可以接受嘅，即係唔係話太斜嗰啲，所以行起上嚟都唔係話太吃力。咁睇到行上山呢條路呢，唔係話好闊嘅，所以一人多嘅時候呢，咁就有啲人會行出電瓶車車路度行，所以行嗰時呢，都要專心少少，避免有意外啊。沿路兩側呢，都見到好多好高嘅樹嘅，不過啲樹呢就做唔到遮陰嘅作用，所以你哋都會見到啲遊客呢都戴住頂帽，而我都有戴住咗，因為真係好熱，直接射落嚟。哇，咁咪太曬！咁行行下都發現左手邊叢林裏邊呢有啲人工做嘅路啊，咁睇落去佢都唔係好闊嘅啫。咁如果行嗰陣時呢，要小心多人嘅情況，要迴避下，唔係一陣間整親就唔好啦。但如果你行叢林位呢，相對就冇咁熱嘅，因為裏邊有啲又高又密嘅樹可以遮下太陽。哇，咁快已經行到天池附近啦！前面就係天池嘅位置，而右手邊呢間睇落好大間嘅嘢呢，以為佢係休息室，原來佢係一間公共廁所，有需要可以先解決一下。而喺左手邊呢，就係天池附近嘅海北遊客服務中心啦。咁裏邊嘅店鋪呢，主要都係提供嘢食同埋啲飲品俾有需要嘅遊客稍作停留同休息。可以見到啦，有霸王茶姬、KFC 嗰啲嘅。而入口位置呢間呢，我見幾多人買嚟食，我都忍唔住買咗個浪嚟試下嘅。咁行到入裏邊睇呢，佢啲佈局有啲似 food court 嗰啲擺位嘅。咁睇分咗2層啦，咁大家可以揀自己中意嘅食嘅嘢，就買完坐低慢慢休息下。咁喺呢邊嘅饢呢，係具有悠久歷史同埋獨特風味嘅傳統麵食啦。佢廣泛咁流傳喺新疆地區。一般佢哋會將麵皮壓做圓形啊、長方形，之後包入唔同嘅餡料，例如牛肉、羊肉，之後整出嚟。而我就買咗個試下啦，咁就12蚊人仔嘅。咁佢本身個皮呢就偏乾身嘅，咬落去呢都脆脆地。但係佢哋呢邊唔知係咪中意重口味啲啊？我食就感覺有啲偏鹹嘅。試食完之後就繼續向天池嘅方向行啦。驟眼望當日都幾多人下。咁沿住呢條路嘅方向行呢，好快就可以見到天池噶啦。沿途都見到有間攝影旅拍店鋪啦，佢分咗套餐同埋單影嘅服務，咁都係睇翻個人有冇興趣去着民族服影翻張相留個紀念咁咯。
咁見到有條長長嘅隊喺度啦，啲人就喺度排緊嗰個天池石碑啊，都係一個影相嘅熱門位。咁有興趣可以試下嘅，但太熱啦，我都直接無視咗佢。可以睇到而家我哋嘅位置呢已經喺天池嘅附近啦。其實就係沿住呢條路行前多少少，就已經可以見到天池噶啦。咁睇到有啲山坡位呢係偏斜，同埋唔係好多落腳位啊，所以有啲遊客落嚟嘅時候要好小心。如果唔係，真係有機會垂落嚟或者拗柴。咁喺而家呢個位置望過去天池嗰邊呢，會見到一層層嘅山，望落去確係幾壯觀嘅。而附近都有啲綠油油嘅山坡同叢林，亦都見到前面有個碼頭。如果你係想喺天池度遊船河嘅話呢，咁就要買船票排隊上船啦。咁我哋行前少少，就見到有個易拉架，咁佢上面有講係100蚊人仔環湖嘅。咁睇返自己有冇興趣啦。行到湖邊咁啱就見到有隻船出發啦。由於而家係旺季啊，所以而家呢個位呢都幾多人。咁呢度有個迷你版嘅天池石碑啦，有興趣都可以喺呢度影張相打個卡嘅。沿住湖邊行呢，就會嚟到中間呢個位置。呢個位置應該係天池嘅網紅打卡位啦。我估都係收費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問下。因為我自己第一次用航拍機，所以拍出嚟嘅效果可能冇咁專業，純粹想俾大家喺高嘅位置睇睇天池同佢周邊嘅環境係點。咁我而家就原路返回啦。咁但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仔呢，可以喺啱啱中間嘅位置繼續沿住個天池邊行入去嘅。咁我哋而家就沿住個高位方向行啦。原來喺排隊隔離已經係個售票站嚟。咁票價係100蚊一人一次，咁就遊湖30分鐘，有興趣可以考慮下。咁我哋沿住個斜坡繼續行呢，就會有個馬牙山嘅觀光車同索道觀光票嘅售票處。咁我哋啱啱入園區前買嗰張155蚊人仔嘅天池門票呢，只係到半山腰嘅啫。咁如果大家想繼續上高啲去俯瞰天池同埋佢周邊嘅環境呢，咁就要喺呢度另外買票。咁呢張票就係220蚊人仔嘅，咁佢就包觀光車送到你去索道站嗰度啦，再搭索道上高啲嘅位置。咁喺排隊位置隔離呢，就係一條好長嘅梯，沿住條山路一直上。我估應該係俾唔買觀光車嘅遊客去沿路行上山，但感覺應該好遠下，所以大家要考慮清楚搭定下。咁我哋買咗馬牙山嘅觀光車票呢，咁就可以喺呢度驗票入閘，咁就準備搭車上山。入閘之後呢，就喺呢度乖乖地排隊等上車啦。咁車程大概就15至20分鐘。咁落咗車之後呢，我哋就會到咗馬牙山景區啦。咁呢度直接係索道站嚟嘅，我哋轉頭要直接去排隊，之後搭索道上山。咁沿住樓梯落呢，前面嗰個帳篷位就係索道票嘅驗票閘口啦。話咁快已經上到纜車啦，佢一架纜車大概可以坐到6個人，就係要坐到而家望上山個位置，順便俯瞰下周圍嘅景色。咁落咗纜車之後呢，我哋會到咗第一個平台嘅，可以望到天池同我哋而家嘅位置有一段距離。平台呢度都有幾間商店，佢有提供啲嘢飲啊、小食啊等等嘅嘢啦。咁喺呢個高位望返去天池呢，就係呢個咁嘅景觀啦。之後我哋會沿住呢條梯繼續行上山嘅。咁護欄上面呢，都掛咗好多牌仔嘅，類似許願牌之類咁嘅嘢。原來呢個平台就係叫做1號平台，咁佢係喺海拔2706米嘅。咁我會沿住呢條路繼續行上去2號觀景平台。沿路都可以見到有間唔中有啲位置呢，都有人繼續掛嗰啲許願牌嘅。咁望上去條路都仲有好遠。除咗一路上山嘅路之外呢，咁佢沿途仲會設立咗呢啲咁嘅觀光點，咁佢會有啲牌仔簡單介紹下嘅，就好似呢個觀音望海咁，就喺呢個框框望出去，咁中間位置呢，就好似有個觀音望住天池咁啦。咁又嚟到一個平台位置啦，咁由呢度望落天池呢，就感覺更加遠。繼續望上山呢，就係見唔到盡頭嘅路。
咁我而家都唔知自己行咗去幾號平台啦。上到呢度嘅中途呢，我都休息咗幾次，都真係幾攰下。我沿途都見到唔少人坐咗喺度休息嘅。咁有人問咗園區職員呢，佢話沿住呢條路繼續行呢，來回係需要2至3個鐘嘅。咁我決定放棄繼續行啦。我唔想第一日就報廢咗雙腿。咁就沿路行返落去，搭索道，再搭觀光車落山啦。咁我哋落山時呢，可以選擇行啱啱上山時見到叢林裏邊嗰條人工做嘅木路啦。我落山時人流都唔算多，慢慢行又可以遮陰。咁好快就到咗景區嘅出口位置啦。同其他景區一樣啦，都會經過一啲攤檔位嘅。咁沿途都會有啲人拎住幾袋水果喺度兜售嘅。行完口渴嘅朋友仔呢，都可以考慮下買嘅。咁我第一日新疆嘅行程，天山天池景區就完咗啦。咁而家去車場拎車，之後返烏魯木齊市區去酒店 check in，之後揾啲嘢食。咁接落嚟呢，我會以自己遊覽後嘅感受去點評一下天山天池景區嘅，同埋有一啲要注意嘅嘢俾大家參考一下。接落嚟就係景區點評嘅時間啦。就我個人體驗完天山天池景區之後呢，我會有5個方面去點評一下嘅，滿分係5分。首先，交通方面呢，我會俾4分嘅。以我自己自駕為例啦，由天山國際機場到天山天池景區呢，車程就大約1個鐘鬆啲。我個人覺得可以接受嘅，同埋新疆呢邊呢，相對嚟講都係真係幾大下。有啲景區呢，離市中心可能要2至3個鐘嘅車程嘅。而景觀方面呢，我會俾3.5分嘅。天山天池景區呢，主要都係睇個湖，但正正因為佢坐落喺博格達峰下呢，佢周邊有好多山峰圍繞住，望向湖連埋周邊呢，會呈現出大有層次感嘅視覺享受。另外上到馬牙山呢，望落去天池呢，都有另一種視覺嘅體驗嘅。由高位俯瞰落天池呢，就更加能夠睇到天池周邊山峰有幾咁密集。除此之外啦，馬牙山嘅斜坡上呢，都見到有唔少天然嘅岩石，同埋有高有矮有密有疏嘅樹木，濃濃嘅自然景觀啊。到體驗方面呢，我會俾3分。就我個人而言啦，較遠嗰啲路段呢，都係有區間車往返嘅，而徒步路段呢，都唔算太辛苦。若果純粹即係行天池周邊呢，啲景觀大致都差唔多。但如果另外再買馬牙山票上山呢，又唔係每個人都合適喎。一嚟除咗要俾錢再買個票之外啦，上到山之後，如果想再高位啲望落山呢，就要沿住條木梯一直上，過程就相當之消耗體力。但如果熱愛行山人士呢，我覺得都應該會幾享受嘅。但我自己就真係一般般啦。輪到設施方面呢，我會俾4分。天池景區裏面嘅服務中心鄰近天池啦，亦提供餐飲位置俾遊客，而沿路都有提供少量中途休息嘅位置，去俾啲有需要嘅人唞唞。而主要路段呢，由每一小段距離都設有小食同埋飲品小店啦，我覺得數量相當足夠嘅。而沿路都有廁所，特別係海北服務中心附近嗰個特別大間。最後性價比呢，我會俾3分。天池景區呢，就唔算有太多必去或者打卡位，主要都係睇俾山峰圍住嘅天池啦。而票價155蚊人仔呢，只係包區間車到半山腰，我認為整體感覺都偏貴嘅。而園區內呢，都有提供電瓶車10蚊，遊船河100蚊，馬牙山索道段220蚊，都已經需要另外收費。咁佢155蚊人仔呢，確係唔係太划算嘅。而園區內呢，馬牙山區間車連索道來回票呢，就220蚊人仔，我覺得都適中嘅。純粹索道來回票呢，佢都有獨立咁賣，就係140蚊人仔。畢竟佢相對天池而言呢，有索道同好長嘅人造行山徑要維修保養。而我認為唔係太鍾意行山嘅朋友仔呢，就冇必要上馬牙山景區嘅。但好行山嘅朋友呢，的確可以上去體驗一下。
我自己貌似咧就係由1號平台行到2號平台已經投降咗啦。聽講行到盡頭來回咧要耗時4至5個鐘，不過唔知真定假。有挑戰嘅朋友咧可以喺底下留言話我知。而就天山天池整體分數，我會俾3.5分嘅。到影片最後就分享一下我個人嘅感受啦。首先我講講啦，我自己都估唔到啊，第一日到新疆呢，就已經出現咗突發情況啊！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呢？我航拍呢都只係喺天池嗰度用咗一轉，而上到馬牙山反而冇再用過呢。嗱，絕對唔係墜咗機啊吓！但喺天池用完嗰轉之後呢，唔知係咪定位到我航拍機呢係喺內地範圍啊？而顯示屏呢都通知我未登記，所以無法起飛。原來喺內地首次用民用航拍機呢，係要喺民航局登記同批准咗之後先用得，所以呢，佢就限制咗我起機，搞到我冇得喺高海拔嘅位用無人機影一影周邊嘅環境。呢度係我感到有啲可惜嘅地方。咁我稍後呢都會出一條片去講解喺內地首次用民用航拍機呢，要點樣喺民航局登記，同埋登記嗰陣時呢要準備啲乜嘢資料。但大家要記住，提交晒相關資料呢都需要2至3個工作天去審批，所以第一次用無人機嘅朋友仔呢，記得喺出發前提早去登記咗先啦。記住，提早登記，提早登記，提早登記。重要嘅嘢講3次。第二樣要講嘅呢，就係整體而言啦，我覺得天山天池景區呢，除咗門票貴咗啲之外呢，佢景區內嘅設施啊、配套呢都係足夠同方便嘅。而即使徒步行嘅路段呢，都係舒服，唔係話太辛苦。所以有興趣親身去見識一下被山峰圍住嘅高原湖泊呢，的確係可以嚟天池見識一下。第三，提提大家。喺夏季嘅時候呢，新疆嗰邊嘅日照時間呢會較長，一般喺夜晚10點鐘呢個天先會開始黑，而冬季嘅時候呢，就大約夜晚8點鐘左右。第四，因為我去完天池景區之後呢，就返咗烏魯木齊市嘅酒店 check in 啦，之後我就去咗大巴扎嗰度覓食。但提提大家啦，如果揸車過去大巴扎嗰頭呢，都係比較難有車位停車嘅，所以我建議呢架車可以停喺距離大巴扎幾條街以外嗰啲停車場，順便可以行行市區，感受一下當地嘅氣氛。沿路呢，其實都會見到有唔少嗰啲小販檔嘅，賣下嘢飲啊、生果同埋一啲零零碎碎嗰啲生活用品嘅。可能離大巴扎有幾條街嗰啲距離啦，咁沿路都係見到好多當地嘅市民多於遊客嘅。咁最後我食完嘢呢，就返去車場拎車，然之後開返酒店休息啦。咁第一日嘅行程呢，就到呢度，而聽日嘅行程呢，就係出發去肯斯亞特水庫同埋安集海大峽谷，之後就會去虧屯市。咁今條片就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今條片呢，就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覺得有興趣嘅朋友仔去支持一下我啦。同埋記得 subscribe 同埋撳埋個鐘仔，下次一有新片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。